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月23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昨伫新北市新店发生一桩警杀案，这个嫌犯伫咧几多点钟内就飞到中国厦门，警方虽然有甲中国指接，不过目前是一未有回应。行政部长王美花有甲永丰宜家团集团开会，邱省也等讲伫年底进前是未起价，不过营养午餐业者也化工挡袂掉咯。屏东的旭海部落有条件同意说火箭发射场，若准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就要随来冻点。昨伫新北市的新店发生一桩枪杀案，死者是一个卖咖啡的生意人。警方追查到底，也发现讲，这个嫌犯伊的逃亡路线拢有设计过，甚至有换过了改服装，目的就是要闪过警方的追查。而且伫几多点钟内已经飞到中国厦门去啊。虽然咱台湾这边有甲中国的迄边的警方来做指接，协助这追查这个嫌犯，不过目前是一拢未得到回应。穿阿拿连帽顶冠衫的查甫人，真紧走去银色轿车的接领香港，是因为伊伫新北市新店涉嫌向信和咖啡贸易商开枪，连开4枪，造成对方相当不利。大家好。警方受理专案小组以车6人，陆续随着犯案工区，也毋过也是差一步。嫌犯逃走的路线真复杂，2早起6点半左右到死者的徛家徘徊。警方大约8点协部开枪，嫌犯犯案了后，先开车到大卖场，将车单调进行变装，佮换坐轻型车到坐军中山市，第2摆变装，也将犯案的衫送互家友。后来，佮转坐轻型车到桃园机场，将作案用的枪机等伫航站坡联络道路迄间中道，多坐航班出境到中国厦门。我们目前还初步判定他，是不是枪手的部分，我们还在追查中啊。因为这个要查缉到，我们才能做个厘清。因为已经出境，我们现在就是请相关机关帮我们配合，紧速查缉到案。嫌犯已经走到对岸，新北警方也请刑事局两华区向中国国安机关联系，协助追缉引渡遣返。刑事局回应已经依流程通报中国协助，目前无派人前往。是什么时候出境的？为什么要被抓？台湾甲中国要签订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甲司法互助协议。最近，像前里长朱锡章因为不伤人被判刑2年定案，同款走去中国，结果获公安逮捕。伫去年从亚界回台，不过最近几年受到政治疫情的关系，两岸强大机制也受到影响。为98年协议生效到今，咱国请求遣返1561名通缉犯，对方实际完成498人。伫罪犯的接返，咱国请求446件，最后完成19件。反过来看，中国向咱国请求遣返30名通缉犯，最后完成21人。虽然条约还在，没有什么改变，但实际上它的这个互助的实际作为其实已经停顿。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有一些请求的话，传真过去，他们是不太理会的。最近几年，双方伫通缉犯请求遣返的请求达成率出现无对等，有专家就讲，最近几年因为政治等因素，两岸关系感觉冰点，也提出伫合作打击犯罪上更加有难度。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咱国内一直发生治安问题，行政院今仔日也举行治安汇报研究对策。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警方未来临检的时阵，若发现讲这轿车内面有棒球棍啊，一寡危险物件，就会特别注意。不过，民众若准是要去运动，就袂甲民众注意。行政署也有伫咧研究讲，在月底进前，除了会甲人注意以外，未来也会针对着物件来进行注意。一个警察入去便利商店签询，另外一个伫门口口警戒。桃园高山发生超商店员互人毒死，警方加强签询密度，店头也改用电视标本栓取代口头劝导。桃园市长陈文灿除了建议业者应该增加夜间认定，也请警方研究对策。希望这个刑事警察大队跟4大超商一起来讨论如何提升夜间工作的安全，只要有助于提升，那我们都会这个支持。我觉得可以耶，对，因为如果遇到事情，一个人至少先报警，对，可是后面可能就是老板的人事成本问题。除了超商命案，最近也连续发生的球棍暴力案件，内政部长徐国勇提出，未来警方临检若车内有球棍这危险的物件，会特别注意增加协助力，不过也引起讨论。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车内物件若不法的企图，都要进一步来处理。如果有不法的意图，尤其没有办法做合理的说明的时候，我们就要进一步再行处理。
所以这都是我们警察在行政执行法里面有相关的规定。对主机求管的代志，市公向也澄清，一般人要做运动，别去主机。行政23邀请相关部会举行治安汇报研究对策。警察机关在接到报案后，虽然大多能迅速赶至现场，做到压制，但是在相关犯罪证据的收集跟移送方面，要再加强严谨的教育训练。当他把球棒在聚众斗殴里面变成了打人的工具的时候，这就是危险物品。所以，我们警政署在实施临检的时候，我们对于有帮派背景、有地下钱庄的背景的，因为这些人都涉及了相当大的一个暴力。大家知道，有暴力就有暴力。警政署已经研究11月底进行伫警用行动载具 M-Police 顶悬除了人的主机，也要增加物件主机。警方未来临检的时阵，对八户报着帮派组织登记的人，若查到车内有刀啊、球棍啊这危险的物件，会特别注记。未来应做为检察官强制处分、起诉甲法院判决量刑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现代科技新产品无数高人冠精神，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带观众朋友来看一条好消息。讲到咱的台大病院，即马也开发一个喷片仔的无害试验疫苗，而且这个伫咧动物的实验效果是真好，会当减少突破性感染。另外，台大病院也做出新型的检测器械，明年有机会开始做人体试验。若做一支或者是2支疫苗，等预防感染新冠肺炎。国内新冠疫苗第一支注射率超过7%，啊，不过医院有2成外人连一支拢无注。为提悬做疫苗意愿，台大病院利用新的猎魔组织技术，研究开发新的喷鼻的新冠疫苗。除了产生 IgG 抗体以外，也产生因抗伫顶呼吸道的 IgA 抗体，因有效对抗 Delta 病毒，减少突破性感染。连鸟鼠的试验初步得到验证是会使。这是喷鼻的呢，所以这个当然本身是有一些吸引力哈，因为第一个你不用打针嘛哈，第二个它会产生 IgA 哈，所以理论上它可以比较减少病毒的传播。另外，体内中和抗体浓度代表对抗新冠肺炎的能力。啊，不过测中和抗体都要做3级实验室，用活病毒做实验才能检测出来，过程是真麻烦。啊，不过台大研究团队根据 Delta 病毒株、RBD 甲人类 ACE2 设计出应测量目前流行的 Delta 变异株中和抗体ELISA2组和中和抗体应真紧检测出来。将来我们说不定就可以不必每一次都进第3级实验室。就可以抽个血做ELISA就可以了。那这个在一般的实验室做，而且很快，又很方便，一天可以做几百个、几千个检体。研究团队强调，目前全球上册疫苗拢是针对原始武汉病毒株，啊，不过对变异株陆续出现，各国拢咧积极研发新的疫苗，希望减少突破性感染。但在这项新的研究发现，即马咧找找国内生技业者合作，希望明年顶半年有机会进入人体试验。记者综合报道。虽然经济部即马有规划大批场的设备专区，不过也是无法度阻挡物件起价。最近经济部长王美花有含永丰宜甲统一集团开会，厂商也拢答应讲伫年底进前袂起价。另外，台酒也答应讲因的泡面伫旧历过年进前也袂起价，米酒也袂起。最近物价无稳定，17项重要民生物资 CPI 起的幅度是一直增加，部分菜色价小，亲像坎豆、大肠啊，价小起1到2成，水果芭乐起上济，传统的菜单已经看无，因为伤过贵，只好卖进货。要较俗的5粒100块，啊，毋过较细粒。卫生钱，这阿嬷太太讲，买菜干来用经较俗的来买。芭乐比较贵，换别的水果就好了，不一定要吃贵的啊。什么东西都贵起来，涨10块以上。还有这间早餐店疫情爆发了后，生意已经落2成，啊，不过包装纸、纸杯的价小变贵，只好反映成本，所有产品价小起5块。像这种杯子，它原本一箱大概1000出头，一箱已经1500多了，没有办法去吸收了，然后就是全部的东西都涨5块钱。为底起价，经济部规划大卖场售卖专区，啊，不过物件起价也是挡袂牢。最近经济部长王美花甲制造业大厂永丰集团集团顶开会，厂商表态支持价小平稳，承诺年底进前袂起价。佮会请公平会调查最近是受联合起价行为。
我们也会就他有没有发现的相关的事实来做调查，跟厂商合作，稳定物价的部分，这是经济部做的事情。像米酒或者是民生啤酒等等都不会涨，委外代工的那泡面的部分，我们在年底前一定不会涨。王美花表示，国际人气介绍起价都惊不价也对得起，强调下底起价到12月，学者分析国际原油介绍最近落到80块美金以下，不过通货膨胀年底进前依然压力，11月、1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是不是破3%是重要指标。记者综合报道。物价拢在起价，做营养午餐的业者也歹经营。相关团体就要求农委会要针对营养午餐的补助随时做检讨，甚至有专家认为讲，营养午餐的问题就是成本无够公开。疫情期间真无简单，度过学校停课的考验最近有加起，各户摊商业者一直讲经营袂落啊。中华民国产业食品商业农业工会全国联合会指出，去年到今年，国产鸡肉起16%，猪肉起9%，你着菜西贵20块，纸箱仔、纸杯加4-5成，连猪工时薪拢调悬。目前用国产食材，也都是3周1Q 才有补贴，业者无法度用较俗的进口食材来调节。民国103年到现在我们餐费就是都没有调整。那103年那时候的人事成本的最低薪资大概在19000，那现在又要调整成25000多，所以这光人事成本就逐年增加，真的会做不下去。业者无奈讲压力真大，油源会确保品质，不过会当有期菜色真歹有伤济变化。希望将来相关补贴会当像油价同款随时调整。农委会表示，需要想出较永久的机制来处理。契约订定的时候会有一些附加条款，当它物价。就是它的平均价格涨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机制去处理，这样的话会比较永久啦。营养午餐要互囡仔食得饱、食得健康，也毋过餐费无反映真实成本。业者发苦，专家认为这个登到老问题，午餐真实成本无够透明。困境就在于说，没有人告诉我们家长说，到底真实的费用是多少？谁要告诉家长说，你应该要多付5块，还是多付10块？我自己觉得是中间那个机制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台湾是要学韩国，由中央地方政府合作附销，家长唔免付费，也是日本清楚的献出食材加人事等成本。那需要调整绩效，家长会当清楚。专家认为，除了互绩效透明，也应该规划出全国同款的调整机制，毕竟同款起5块，伫台北甲偏乡并唔是伫同一个标准上。记者综合报道。台美经济欢迎东盘关系对话 EPPD 今早起7点正式伫线顶交流。会后，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这届会谈主要讨论到要安怎解决半导体供应链的问题，另外也针对到中国的经济威胁，强调有立陶宛甲咱支持，后边和美国也拢表示支持。台美经济欢迎伙伴关系对话 EPPD 23早起以线顶方式举行，美国代表包括国务院主管经济行政能源甲环境的国务次卿费南德兹等人。咱国代表包括经济部长王美花甲科技部长吴正中，参外交部国发会为副部长相关部会官员。是在产业的合作跟科技的合作，那也谈到这个目前短期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瓶颈的问题，相关的供应链的合作，后续来成立这个企业的这个咨询的会议。王美花强调，这摆讨论分4大议题，包括供应链韧性、经济协调、数位经济、甲5G 网络安全进行深入交流，其中半导体供应链困难问题，科技部强调，台美双方会共同讨论加强合作，确保长期供应链韧性。是后续的半年当中也会持续来做一些比较细节的这个交换，那在明年的年中做一些比较确定的这个做的一些协定。另外，针对经济协调议题，王美花表示，即摆也有公告来自中国威胁。关于最近立陶宛事件为例，也有远东集团轰动法，王美花也讲，即摆查处甲政治有关系。我们也支持立陶宛这样支持台湾支持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那美方也对立陶宛的决定，还有欧盟对立陶宛的决定也都表达了这个支持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做投资那当然都要遵守各个国家的相关规定，不应该有这个相关的应该符合的环保啦、公安、消防之外的其他的因素的干扰。
即摆台美经济对话也讨论到明年将分别举办台美数位经济论坛，甲头一届台美双边科学技术会议，强调台美多元合作，也会继续深化交流。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下到23举行。咱台湾也捌表明讲，希望用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会议，虽然无得到回应。不过，咱的友邦和美国也有荷兰拢公开甲咱台湾相挺，甚至伫立法部门有超过30个国家570位国会议员用行动来挺台湾参与。不过，这届也要选出主席和执委，尽管记录无介好的中国和阿联酋，也派出一寡有争议的人要来参选，引起正难议论。受疫情影响，第89届国际刑警组织 Interpol 大会延到23，伫土耳其伊斯坦布举行，以实体方式举行闭门会议。今年9月，刑事检察局长黄家乐已经致函 Interpol 主席金正荣，希望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咱国也是无受邀请。美国、荷兰公开声援，立法部门有超过30国570个国会议员以决议宣言、个别也是联合致函这个方式声援台湾参加。外交部我们会持续来洽请友邦以及理念相近的国家，以适当的方式来协助台湾的参与。这届要选新一届主席甲执委，人权记录无好的中国甲阿联酋原来推出人选，也引起质疑。中国国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吴斌添要竞选执委，伊是前 Interpol 主席明宏伟的属下。明宏伟伫2016年当选 Interpol 主席了后，不明原因失踪，尾仔互开除党籍。2020年，互人以污洗的罪名判刑13年6个月。阿联酋推选内政部总监察长莱西，目前是 Interpol 执委，要竞选主席。莱西互人指控侵犯人权，伫5个国家面临刑事指控。莱西写文章讲，阿联酋优先伫国内外保护人权。不过，英国一个读博士的学生囡仔马修赫吉斯，2018年互人指控是英国间谍，出来指控捌伫阿联酋封加禁7个月。I was threatened with physical abuse and torture. 国际人权团体是烦恼 Interpol 的红色通报可能互人乱用，掠流亡伫外国的异议人士，也是国内的政治反对派。国际刑警组织强调，若做有成员国要求将嫌疑人列入红色通报，拢会经过严格的审核。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屏东牡丹乡的旭海部落，居民同意讲会当来遮设一个台湾头一座地基科学研究的太空火箭发射场。不过，民众也要求科技部，若准对民众有影响，就要随时来暂停，而且袂当祝福国军来使用。不赞成1票。工作人员一张一张抢票，另外一边无用伫登记票数，这张投票会决定旭海村干美式火箭发射场。有85票赞成，我们在那个地方呢可以进行短期科研太空火箭的一个发射作业。科技部准备伫屏东旭海式地基科研太空火箭发射场，挖伫个中科院久平基地。面积9700平方公尺，是国有海岸林地，会互生态、交通、阳明等大学做太空火箭的发射研究。因为土地伫原住民的部落内底，照原住民基本法，22号暗时，旭海村民开会讨论，有条件同意嘛提出但书，要求若影响到居民，会使随时停止，而且绝对袂使借予国防部应份使用。科技部跟居民站在一起，不要给国军用就好了嘛。是。其实科技部选的地生态2019年就捌做来发射火箭，即马科技部接手相关研究已经真久的生态认为，申请可能会较复杂，但会使确保定数更加完整。火箭的资料啊，还有一些漏点啊、预测啊等等这些，然后他会去做审查的工作，这个会比较合法化。设火箭发射场对台湾太空发展真重要，但这个场域但有开放学术单位申请，这嘛代表去年捌伫台东发射火箭失败，引起用地争议的振兴太空科技。第时间来恐惊，但会使继续伫国外找发射的地点。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宜兰清水地的电手最近摕到执照，这也是国内30年来头一张地质的电手电业执照。今仔日早起举办一启用典礼，10点钟平均发电量配合着台电的电力系统，会当提供予1万户的小家庭来使用。白色烟慢慢呛悬，这个所在是宜兰清水地热电厂。最近因得到国内30年来头一张地热电厂电业执照，开始上转。
这是全国第一座的地热发电，对于我们的能源呢，我们呢继续的发扬光大，而且呢对于这个产业的转型，能源能够呢在一个不污染，而且呢非常自然的、很天然的这个能源的发电。清水地热电厂投资金额超过7亿，初期设置4.200万瓦基础，后续会阁增加。目前预估大概会当发电6万度，运作方式就是为涂骹1.2至2.1公里抽出烧水，经过光线将水甲烧气输送到发电机组，取热能来发电。烧水用完了后，拍转去涂骹，过程无碳排，差不多无污染。不仅仅是台湾再生能源发展的关键的一步啊，也是台湾迈向2050碳中和非常重要的一环。联合国气候峰会拄啊结束，其中再生能源是全球关心的焦点。副总统赖清德出席清水地热电厂启动仪式，认为这是台湾再生能源发电的关键，也希望未来会当伫净零排放的目标，为台湾提供更加助力。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关系，已经办30年的汉书笔记，今年决定要停办改造送礼品。不过今年民众捐款的情形无讲介理想，这募款的目标也阁差7成。希望大家会当发挥爱心，互弱势民众会当感受到过年的温暖。期间整理发表甲宣传单的手拢无停过。长期募集发票作为食物人服务经费的创设基金会，除了募集发票，到年底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汉书笔记。有当过桌长、红包天使，看到一个爸爸是带3个小朋友，自己看来都好心酸。有些说，哎，送到家里我不必跑那一趟。有的时候啊，去那边又有吃又有拿，又有看到许多朋友。伫过去参加汉书食饱买鸡的张代志，感触真深。不过自去年开始，因为疫情的影响，办了30几遍的大型围炉改制送礼到厝。伫10天内，出动全台湾400多人，分做200多条路线，甲年礼甲应急的红包，亲自送到2万位食物人甲汉书的厝内。今年同款考虑到疫情的无确定性，决定要延续这种模式。今年的目标，其实我们到现在其实离过年也不到2个月，真的才大概只有3成而已，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要走。预计全台会送出12000份，对象会是植物人家庭、亲寒的植物人家庭，还有亲寒的长辈，还有街友、韩氏等等的。基金会规划，今年全台湾要分12000份年礼，提供油饭加罐头一寡较会当放的食品，也有500块的应急的红包。不过，离募款要达到标准，还阁差7成，还阁需要各界斗3工，互弱势民众会当过一个温暖的好年。记者综合报道。所以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90岁南韩前总统全斗焕23伫厝内过身，全斗焕用军事政变夺权，实行独裁统治，上届互人翕相的就是用武力镇压光州民主化运动。真受人议论的南韩前总统全斗焕23伫首尔的厝内过身，享年90岁。全斗焕是1931年出世，是韩国第11甲12届总统。1979年，前总统朴正熙被刺杀身亡。迄个时阵担任陆军少将的全斗焕担任联合调查本部部长，随后7月双12军事政变夺权，实施独裁统治。1980年5月，全斗焕宣布全国扩大戒严，不过西南部的光州市也是有大规模示威活动，历史上叫做518光州民主化运动。最后是全斗焕下令武力镇压首场，造成真侪百姓伤亡。官方统计，光州事件造成207个人死亡，700多人轻重伤。1996年被判死刑，后来首尔高等法院改判无期徒刑。1997年，迄个时阵担任总统的金英山特赦全斗焕，也甲共同7月政变的前总统罗泰愚。이 행사는 이제 우리가 살아 있을 때 반드시 전두환이라고 하는 그 죄악스러운 군부 집단이 어떠한 과정을 통하여 집권하게 됐으면 어떠한 과정을 통해서 광주 시민을 그렇게까지 학살하였는지 그 원흉을 찾고 싶고 또한 우리 후세에는 다시 이러한 비극이 일어나지 않도록 우리 살아생전에 증거를 남기고 또한 이 5.18이 광주만의 문제가 아니라 전 세계 독재 국가들 또한 우리나라 전국화 세계화
5.18 정신을 전 세계에 알리고 싶어 하는 것이죠. 전두환 씨는 명백하게 확인된 것처럼 내란 학살 사건 주범입니다. 그런데 이 최하 수백 명의 사람을 살상했던 자신의 사적 욕망을 위해서 국가 권력을 찬탈했던 이 결코 용서받을 수 없는 범죄에 대해서 마지막 순간까지도 국민께 반성하고 사과하지 않았습니다. 이 중대 범죄 행위를 인정하지도 않았습니다. 참으로 아쉽게 생각하고.韩联社报道指出，全斗焕有肺癌甲慢性病，当地23早起8点40分左右，伫延禧洞家己厝内过身，遗体需要送医安置。全斗焕的发言人表示，伊的遗愿就是要葬伫南韩会当看到北韩的土地，不过确实的地点会伫火化了后决定。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拄过79岁生日的美国总统拜登，去方认为讲伊伤过老，应该袂阁再选后一任。不过，白宫的发言人表示，拜登有想要拼后一个连任的打算。另外，拜登也伫日宣布讲，会继续提名共和党的鲍尔担任联准会主席。伊也强调讲，美国会把战备用的汽油提出来，要来防止这汽油继续直直起价。美国总统拜登日甲第一夫人吉尔去北卡州的美军布拉格堡基地，甲官兵提前强度感恩节，两人亲手替官兵递感恩节餐点。The thing that's amazing to me is how proud I am to be your commander-in-chief. 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日伫陪拜登去布拉格堡的空军1号顶悬接受访问的时阵证实，20才拄过79岁生日的拜登，想要持续控制4年竞选连任。拜登上台了后，支持率就一直真低，拢无超过50%。美军撤离阿富汗了后，予伊名声更较低。今年美国几个州该选州长，民主党成绩也无理想，加上上阵的时阵，都未少人烦恼伊身体状况，可能无法度支持这4年任期，甚至无法度竞选连任。拜登19做上任了后第一摆健康检查，显示伊行路硬食，而且疫情酸影响之下一直清拿喉。不过整体来讲，健康状况也成做总统。拜登想要竞选连任，也互伫白宫内斗红普党中副总统贺锦丽想要第一次控制4年竞选美国第一位女总统的梦无法度完成。另外，拜登日也正式宣布提名共和党籍的现任联准会主席鲍尔继续做这职务。民主党籍59岁联准会理事布兰纳德担任副主席。为了两人的任命案，拢会得到参议院通过。When our country was hemorrhaging jobs last year, and there was panic in our financial markets, Jay's steady and decisive leadership helped to stabilize markets and put our economy on track to a robust recovery. 另外，为阻挡一直起的能源计数，美国白宫可能上紧伫23会宣布释出战备石油。根据报道，拜登要考虑慢慢释出超过3500万桶，国际油价日已经有小可卡啦。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译。欧洲的疫情搁再夹起来，真侪国家拢开始进行封锁，亲像奥地利就开始全国封锁。另外，有的国家为着要救援疫苗注射率，也开始限制无注疫苗民众的权利。美国的 CDC 即卖也甲旅游警示做修改，甲德国、丹麦一寡国家列入去上悬风险的名单内。公车顶悬，车长要求民众提出注疫苗文件或者是目检疫的证明。那两种拢无，就被赶入车。伫俄罗斯的达达斯坦共和国，就先实施这项新措施，上路第一天就500人袂当上车。中东欧疫情继续滚价，捷克确诊人数创疫情以来新高，政府推出禁令，限制无注疫苗人免进入餐厅、酒吧这公共场所，希望提高注射率。Máte plán pred Vianocami ísť do tvrdého lockdownu? Tak každý lockdown, či bude dnes, alebo o týždeň, bude trvať v prvom kole 3 týždne a potom sa uvidí. 剩一个月就是元旦假期，共款检疫人数一直升悬的斯洛伐克，民众进出公共场所要提出证明，警方临检违规人就要罚钱。欧洲疫情严重，各国高中起限制措施。奥地利第4摆进入全国封锁，一直到12月13。另外，政府宣布为明年1月初1开始，强制所有大人爱做疫苗。不过，强硬手段引起民众反对的声音。
不满荷兰当局对部分地区实施3礼拜封锁，连续3暗时在荷兰真济都市出现示威活动，甚至正做警民冲突，已经超过100人被警方抓去。Wat we afgelopen weekend gezien hebben, dat is puur geweld. Onder het mom van we zijn aan het demonstreren. Dit heeft niets met demonstreren te maken. 这段结束比利时访问回国几点钟，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透过办公室表示，检测阳性确诊。要该接触的比利时总理德克鲁加性命部长即卖也自主隔离，声明中也讲到总理的工作未暂停。另外，美国 CDC 也在上新的旅游健康建议当中，将德国单位列为相关的第4级，提醒美国公民无做完整疫苗情形下上好是慢去。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为着要对抗中国威胁，国防部提出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今仔日立法院3读通过啊。内容有写到特别预算上介济就是2400亿，用伫采购飞弹系统、防空系统甲高效能的舰艇。另外，国防部也证实有一台美军的海军驱逐舰“米利厄斯号”依照着国际法通过着咱的台湾海峡。决议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制定通过。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23在立法院3读通过，编列特别预算上限2400亿，规划伫2022到2026采购飞弹系统、防空系统甲高效能舰艇，建立充足自我防卫战略，因应中国武力威胁。保障国家安全，当然我们要加速加量我们的所有的防疫系统。同时要把整个军工产业带上来，提升国家的防疫能力。海军战略提升计划涉及8大军构，包括反地发南飞弹系统、野战加陆基防空系统、无人攻击载具系统、慢舰加雄升飞弹系统、海军高效能舰艇加海上舰艇加装战时武器系统等。也毋过在野党即期，中科院已经行政法定化，无法度用政府采购法监督。只要交给中科院以后，发包给民间。立法院就无法监督。本党团从今天开始，暂时不跟民进党做任何的协商。台海情势继续紧张，国防部证实美国军舰23由南向北经过台湾海峡。路透社报道是美国海军勃克级驱逐舰米利厄斯号以国际法伫台湾海峡例行过境，期间攻击也一直扰台。前国防部长蔡明宪提出建言，台湾应该积极争取参加明年泛太平洋联合军演，佮邀请美日俄等国参加明年汉光联合军演。透过汉光演习呢，可以由美国、日本、台湾呢。共同成立一个危机的联合处理小组，来共同面对中共解放军在台海或台海的上空的这样的一个文攻武吓。蔡明宪也建议落实征兵甲募兵并行政策，军事训练役为目前的4个月延长到1年，以强化越南实战经验甲全面防卫能力。记者综合报道。目前伫咧6岛当中，只剩高雄无城市棒球队。高雄市长陈其迈今日表态积极争取，也讲到中华电视已经看过着大比乌球场啊，对这场地真满意。法规问题解决了后，也欢迎中华电信会当来到高雄这个所在设队伍。中职富邦悍将士军球员伫丁庆湖棒球场练习，去年因为疫情关系，这帮一军球员大部分伫家己的主场练球。2012年刘亮贤将主场为高雄丁庆湖棒球场刷甲桃园，改组桃园队，也个意代赛区队转卖了后，高雄都无在地棒球队。中华电信被点名有机会升入这帮第6队球队，和高雄市政府希望球队赢在高雄。他们也来看过球场，也觉得非常的满意，好。那我们就持续的继续努力。好，您觉得有几成的把握？没把握，但是有信心。伊表示，中华电信要派人跨过丁庆湖棒球场，对场地正满意。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也表示，希望运动产业发展条例伫2礼拜内3读通过，互中华电信摕到成立职棒球队的门票。啊，毋过对成立第6队，中华电信只简单回应公司要伫评估当中。那高雄有新的职业篮球队成军，球队职篮天冠联盟高雄专家海星队未来会以高雄巨蛋为主场。餐饮还有饭店在地的一些力量去把它变成一个娱乐产业。137的体系还有其他的学校。
一起做一些社会回馈的动作。各聘请有技术大学3名家长、7县各中等学生球队的教练郑玉官为顾问，主持人建立并将对篮球熟悉，也互球队用永续经营。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健康食品的电商平台 iHerb 对外公告讲，暂停对台湾的服务，讲是咱台湾海关审查严格造成货品延误时间。不过，关务署也补回讲，这健康食品本正就袂当用简化的方式来报关，也呼业者就要照规矩来做。拍开美国保健食品电商 iHerb 网站，马上跳出暂停台湾服务的广告。广告是写，因为台湾海关严格审查造成延误，暂停台湾发货，以免影响到消费者。不过，关务署是讲，卡关是因为进口保健食品，依照规定袂使用快递简易报单，必须以一般进口报单处理。因为它涉及输出入的一个规定，依照规定就是要用这个一般进口报单来报关，不可以用快递简易申报的一个方式。关务署表示，保健食品依照规定，就算进口一罐，嘛都爱采一般进口报单，这是真侪年都安尼规定。否认这个延误，甲最近严查非洲猪只有关系。报关业者解说，简易报单大部分是直接用国外床单报关，真紧就会当摕到货。一般进口的报单，拢会加签3-4天。一般报单就是你要有 EMOS boxing， 就是国际发票，还有专箱单，还有。它里面要载明数量、金额，什么都要，向海关正式投单才可以提货。有报关行私底下讲，若国外网站感麻烦，自从行政院长苏贞昌因为非洲猪只下令严查进口货物了后，通关的时间确实是有真久，互国内报关业者真困扰。对这代志，关务署是呼吁，只要业者依照规定合法申报，就会当加速货物通关，较无退运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警方接到检举，讲有人伫网络顶头为中国甲台湾出版社偷印的学生考试题，查到到底竟然是一个补习班的老师，这个侵权的金额就赚超过1亿外。内阁嫌犯的办公室，警方发现5台电脑，内底嵌有高中小的数学课题，还有大学微积分的课题，但这拢是盗版品，是嫌犯为中国买来的档案，互民众透过电商平台还是面册下订了后，还互对方电子档还是实际的册，一档我落来，业者防侵权的价值超过1亿。查扣盗版书籍500余本，学校命题题库、电子档数万笔等犯罪证物。警方发现嫌犯8是补习班的老师，看准去年疫情非常严重，伫咧厝内上课的需求提升，才大量来卖这的物件。上午受害业者嘛出面，讲这的盗版品材质还有技术拢无正版遮尔好，长期使用落来，恐惊会影响到看物件的视力。嘛强调为着要打击到盗版，一定会采取的行动。要严格的审查跟认可的，那对学生的视力啊，或者是对学生的身体上会比较没有安全跟健康上面的疑虑啦。单看这里它就是很饱和，那它这个就会有点状、网状，书店看书都会有折扣。盗版书它这本是没有折扣，剩多少就折多少，尺寸会不一样。台湾国际图书业交流协会讲，盗版是非常的严重，压缩着业者生存的空间，冲击上这4成业绩。去年新冠肺炎，互民众伫厝内时间更加长，盗版的程度嘛愈来愈严重。警方提醒，卖这盗版品可能要面临75万以下的罚金，也是3档以下有期徒刑，民众千万唔通来违法。记者王刘婷、陈恒坤报道。台北市警方今仔中昼接到通报，讲115号客运顶头有旅客拍运奖。警方到现场调查，才发现讲是一名旅客已经过站，要求司机停路边回落车，司机拒绝，伊才出手拍人。本案是一名古姓的乘客因为客运坐过站，要求司机立刻在路边停车。那司机因为公司的规定，且为了保障乘客的安全，表示不可以在站牌以外的处所停靠。那此举造成了乘客情绪激动，并且有伤害司机的情形。因为考虑到其他旅客安全，司机表示无法度乱停车。这个旅客伊就是情绪失控，伫客运顶头拍司机。这位旅客动手了后，本地要做移走，就被司机甲人救倒转来压伫涂骹。其他旅客赶紧报警察。不过这2个人拢受伤，互相指控伤害。目前警方也正在侦办当中。
为了要加强社会安全，行政院这3年来投入要到70亿进行强化社会安全网计划。为福部今年提出第2期的规划，要增加精神患者，也阁有一个访视人员的能力甲服务据点。另外，健保署也提供病医和视觉失调症患者长效针的注射补助。明年开始，若准有需要患者，就当开始使用啊。入来3军总病院即间日间照护病房，平常时9点到下晡3点，差不多有100多位精神疾病患者伫咧遮。伫咧个案管理师、医师甲社工等等专业人员的陪伴之下，做各种趣味的课、复健甲治疗。其实咱人本来就是有破病嘛，咱脑破病甲心脏破病，甲咱其实腰子破病拢共款一件代志，咱就来互因好好来治疗。根据卫福部上新心理卫生报告资料显示，去年全台湾需要定期访视的精神患者有125000多人，其中较严重的分1级甲2级的有35000多人。不过关怀访视员却无200人。过去预算有限啦，去年进前哦，阮迄社区关怀患者99个社会安全网第2期，阮都增加迄社区关怀员。差不多1000个，新卫社工嘛增加到420个。这几年发生未少社会攻击事件，外界质疑政府讲要强化社会安全网拢是假。卫福部今年提出第2期计划，对象除了精神疾病患者、资本家庭暴力和性侵害者，即马佫加入精神疾病个案，也会加派关怀人员甲服务单位。另外，健保署也针对视觉失调医疗给付的方案，提供病院甲患者自长效针的奖励甲补助。今年开始宣布嘛所以明年就开始讲，政府讲你来讲，即个有需要患者就通开始用，开始用，这患者若病情会当稳定落来，事件就愈来愈少。毋那医师提醒，为咗立委也呼吁卫福部，就要即时修正精神卫生法，加强社区的支持系统，互民众毋免活伫咧惊吓中。记者民警郑派文台北报道。今年是台湾文化协会创立100年，蒋渭水文化基金会除了办展览以外，即摆阁伫咧台北的大潮埕北特展，绍介到蒋渭水伫社会运动思想推广的拍拼，嘛打造100年前文化协会重要据点大安病院的模型，带大家登到历史现场。咱这个模型哦，是以1923年8月啦，8月的迄个历史现场来甲做出来。模型呈现出大安病院迄阵的模样，除了顶仔骹刻满布纸，内底的架景、什么人物咧创什么、建筑物的建材等等，互参观的人对真侪角度看到当时的故事。譬如讲，渭水先生的看病跳港甲大医上有名一篇文章叫做《临床讲义》啦。看病以外伊个咧看这个社会运动的这个报纸啦、杂志啦，免拢甲写文章啦，拢甲表现出来。蒋渭水基金会表示，模型经过长时间的考证制作，大安病院会使讲是结合病院、徛家、台湾民保总批发处，还有文化活动的据点。内底嘛以37个人物用红仔来展现历史。另外，渭水夜站2楼，即马嘛无记蒋渭水迄阵开的文化册局意象做地点。咱即摆来讲伊即个叫做精神内科啦，就是讲迄阵爱思想的启蒙啦迄边有一个骨科，骨科就是讲日本政府甲咱打压，咱骨头拍断的阵颠倒用。用迄阵文化册局进口真侪社会运动甲思想的册来了解蒋渭水的一生，除了伊爸嘛伊国的志愿、相关资料、相片等等，互外界更较知影这位历史时期文化协会重要的人物是安怎来推展伊的思想。记者陈雅文、李玉凯台北报道。伫咧嘉义滨乡的大树爷庙，即马征收好势啊！伫11月30要来入伙安装，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去看卖。工作人员当咧模型最后的收尾工课，主殿内的新民嘛也搁对面的临时新宫滨乡大树爷庙，因为地动损害有安全顾虑，去年荒庙征收。最主要是这个多年来的地震屋顶的损坏，所以我们这个大市里这边屋顶的这个整修做了很多。包括防水，包括消防这些等等。滨乡大树爷庙是嘉义县3级古迹，嘛是滨乡地区真重要的信仰中心。
即个征收除了加强结构的安全，嘛，互原庙内一寡表的也佫有雕刻的色彩，甚至佫改善照明甲通风的问题。较早是拢用迄做浴棚，看甲很密闭吼，所以通风不良。我怎拆掉这个做浴棚，妨碍这个视线倒来就是迄个通风的问题。庙方表示，10多年来大树爷庙因为水气甲白下，造成壁倒必顺、牛条嘛海去。即个征收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来拜拜的民众更较安全，嘛互大树爷庙伫面向的历史文化会当继续保存。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新竹关西有一条竹壁桥，是在地农民上山做田拢爱经过所在。7年前因为风台害去，最近伫边仔佫起一条新的铁桥，想袂到一过桥就撞到山壁，这车路变较下尖，农民做事的车根本就无法度过。新的铁桥顶悬，毋但积水严重，边仔的护栏空芳嘛大甲互人流仔会惊。行伫桥顶爱特别细腻，更较含的是，行到对面竟然直接撞到山壁，无路通行。最窄的地方还不到1米，最窄的地方不到1米，这个车子要怎么样旋转呢？对，农民车也没办法走，连机车都没有办法走。你农产品要下来，连机车骑都没有办法骑。去年镇公所才开400万起一条新桥，取代7年前做风台害去的竹米桥，想袂到新桥起了伤过悬。农民平常时用的机具根本袂得过，就算人要过去，嘛得爱爬伫下骹才有路。冬天的时候没有大宗的木材啦，用大铁泥一直上。我们上面很宽呢，非常宽，起码有2.5米到3米。就是以前是种橘子啊，橘子那个姜啊，那个如果收成的话，成果丰富的话就 OK 的。问题现在就是路的问题，路桥不能过。这座桥是在地20多位农民到对面做田的唯一一条路。7年前桥长去了后，20多家的田园拢趴远。原本真期待新桥，却因为设计问题无法度用。镇公所表示，目前新桥会暂停使用，随后会搁进行变更设计。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澳洲伫印度洋的领地亚旦岛，但年10月到11月雨季，拢会出现5000万只的这个红肉虾，会对这象拿走到海边去生态，是一款生态奇观。而且当地人也着爱配合封路减少出门，甚至会搭一条天桥，帮助这寡红肉虾顺利到海边啊。当年10月至11月份，当亚旦岛落雨季头一场大雨，有差不多5000万只红毛虾都会规定拼出来，为平常时大下松林前往海边生态。沿路的溪流、石头、车路，甚至民家，拢会当看到红叽叽的毛虾，会当讲是动物界上界大的前线之一。今年红毛虾数量更加是惊人。This year's migration has just been absolutely epic. The roads have been a seething mass of red crabs. It's caused traffic jams on this small island and people having to get out of their cars and rake them out the way. 为了确保红毛虾前线一路平安，亚旦岛国家公园逐年拢会开几个月时间设路障甲保护标志，封道路，民众原来自动减少出门，无要互人甲车干扰到因自然的节奏。若是袂使封的车路，因就伫路的两边围一个35公分悬的围篱啊，互红毛虾会当引起特制的天桥也是地道，互因会当安全过车路。今年红毛虾交配任务已经大概完成，港的毛虾陆续登去森林，母的就要听候生卵了后留伫岸边等卵大粒，一定这个10月假期就会抱卵入海孵出来。Each female crab will enter the water's edge, and she'll deposit approximately 100,000 eggs, which all hatch simultaneously when they enter the water, and then are at the mercy of the currents for 3 to 4 weeks before they return. 红毛虾是亚旦岛才有的绿虾，年度大清线这个盛况也吸引真侪观光客来这欣赏这个生态奇景。岛上居民也真珍惜甲保护这个自然资产。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14度到22度，苗栗到云林对13度到26度，
高级到屏东对15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3度到23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暗新闻，咱明仔暗时7点同款时间再相会。Thank you.